继续来关心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事，情势是各一界加悬。罗西亚社飞弹攻击乌克兰，因讲是为着普丁关下进前去向空袭来报复。像是罗西亚嘛，针对基辅发动大规模的空袭来反击，造成至少4个人死亡，几啊10万人寒人煞是无电通用。 罗西亚军方为里海附近的测试场向乌克兰西部发射一粒真球极音速飞弹，这也是这款飞弹自2024年以来第2摆投入实战。飞弹落点位于沃利夫地区，离欧边甲北约成员国波兰的边界只差一步。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批评罗西亚这个举动是公然对欧洲安全发出挑战。Був знову Орешник, тепер проти Львівщини. Це знову було показово близько до кордонів Євросоюзу. А це, якщо з точки зору застосування балістики середньої дальності, однаковий виклик і для Варшави, і для Бухаресту, і для Будапешту, і для багатьох інших столиць. 克里姆林宫表示，动用这款性能强大的飞弹，是为了保护总统普廷位伫北部的官舍，顶个月后波lin机攻击。虽然俄方否认相关指控，也毋过普廷捌几啊摆讲，真球飞弹飞行速度超过10倍音速，目前各个防空系统拢无法度查落来。军事专家分析，罗方安尼做，心理恐吓的成分可能大过实际军事用途。 主体大楼严重毁损，也造成一名赶去现场抢救的人员不幸死亡。导致真球飞弹升空的同时，陆军也对俄国首都基辅发动一连串的空袭，动用超过240架无人机甲数十粒飞弹。乌克兰国安局调查员指出，陆军锁定民生基础设施攻击，已经造成战争罪。随美国总统川普想要推动和平协议，陆方却一直点出有核毁能力的真球飞弹。 各地附近欧边边界展现武力，唔但加深乌克兰平民对恐怖攻击的惊吓，也互波兰、罗马西亚等10个国家，烦恼发生战争扩散。公司新闻台为您中间讲编译。